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早讲高雄有九如路，屏东有九如乡。古早时经用九如来祝福人，落尾咱民间惯势用三刀九如来祝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如意的如，读日无如第5条，嘛有人读做如。这个如都有哪是安怎意思？咱讲如果，嘛有敢若安怎意思？像讲比如。如嘛有顺从，按照安怎的意思？像顺从人的意，就是如意如愿。如嘛有旧的意思，像如今就是疙瘩现如时。如嘛有比会过意思，像讲若比袂过，咱讲不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如此，意思就是安尼；第二个词如此，意思煞变做不过安尼尔，也就是安尼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，俗语咧讲，嫁猪嫁狗不如家己走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叫饲的猪仔狗仔替咱做代志，不如家己做较紧。意思是，若是要让别人做较学，靠家己较实在。如此的道理，大家应该拢会知。要讲的意思就是靠家己如此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如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如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